如何使用你的全景相机来 3D 记录你去过的地方。其实拍摄过程说来也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将全景相机略微举过头顶，然后在拍摄的空间中行走，来覆盖想拍摄的区域就可以了。可以采取 S 型折返行走来覆盖全部拍摄区域，行走路径的间距小于2米。如果我们想对空间中的一些目标进行更细节的拍摄，就可以把全景相机移到胸前，继续环绕着这些目标拍摄。因为全景相机会不断采集360度的数据。拍摄完成之后，打开 Insta360，点击相册2级菜单中的 3D 时光舱，将拍摄好的全景视频上传即可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在人员密集的场合进行 3D 拍摄，因为场景中过多的行人会对我们 3D 重建产生不小的影响。那针对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也会和 Insta360团队不断的优化，争取在未来的更新中能够做得越来越好。